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台湾是现在，上好台湾有未来。欢迎咱的所有观众朋友继续来收看到公视第几台双十大会现场转播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豪，我是主持人松阳。邀请咱的好朋友呢，做来观看到咱公视第几台这个双十大会现场的转播节目。目前呢，嘉豪甲松阳人在咧总统府头前，也由今日早起9点开始，将近要到12点至3点钟的时间呢，邀请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收看今日的双十大会这特别精彩节目，而且呢，专程是由台语来为大家来转播。是今仔日呢，伫咧总统府头前这现场呢，除了我甲嘉豪以外，咱公司台语台今年嘛是同款特别派出2位专门做口译的人员，也就是邱丹妮老师甲卢尚如老师，这2位老师呢，伊是特别今仔日呢为咱的双十大典来做专程全台语的口译。那除了阮遮的人呢，也阁有咱台语台新闻部呢采访组嘛是派出过来做的记者，大家今仔日拢是来到总统府的头前，要为观众朋友来掌握现场上新的状况。那观众朋友即马嘛当看到伫咱的电视屏幕下骹的即排新闻标题，嘛同款全部拢是台语文，这嘛要感谢到咱台语台新闻部编辑部的同仁呢。大家呢是用几来工的时间来把这个节目好好整理一个一个来换作是台语文的这个解说。希望透过这文字的解说，也阁有我甲嘉豪的分享，会当带予观众朋友无同款的、更较新的一个感受。当然啦，在这个总统府头前，今年这个双十大会节目安排真精彩。那除了这以外呢，咱台语台新闻部顶顶下下，大家是同心协力咧做出一场全台语转播，要予咱的观众朋友一个全新的体验。会邀请咱的所有观众朋友呢，对9点到12点这段时间呢，大家是拼无走，继续甲咱收看。一开始我想要来请教上映啊，吼，就是当年啊，真侪咱的民众啊，拢想要来参加这个双十大会。当年吼，拢敢若有500个名额，唔知上映你敢知影讲吼，其实今年啊，有偌济人来网络报名，伊想要参加这抽考啊？这我唔知。这你唔知吼？今年其实有超过5000人来报名参加，所以会当讲是吼，这当年这个双十这活动啊，会当讲是真侪人拢想要来参加这个所在，这个参加活动。那当然啦，来到这个所在吼，拢会当摕到一个礼包的一个礼物，就等于讲国家送予你的一个礼物。啊，所以呢，其实当年吼，大家拢真期待讲这要送什么款的物件。啊，所以咱即摆来一一来甲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吼。这双十礼包吼，一定爱你本人来到现场，才有法度摕到这款的礼包吼，来真大卡。好，来先有一个袋啊，是，好，先有一个袋啊，吼，啊内面佫有加一支这，吼，加一支，吼。另外呢，佫一个上界重要就是这个。凉感的囡仔吼，顶悬有写4字叫做荣耀时刻。这荣耀时刻，就是因为咱今年双十大典有要邀请到咱的国家英雄队哦，因要入场来接受大家的这个甲因拍扑啊吼，就是希望讲看到因的时阵呢，观众朋友会记了这个凉感的囡仔来递上咱上悬的敬意。对，啊，除了以外，佫一个掠风撇雨的帽啊，吼。是野球帽啊。对，啊，今年迄个配色就是甲古早味啦，拢是用这个国旗的这个色水来配色吼。好，来，还佫再来呢，要甲咱介绍的，还佫有一个吼。物件来到这个所在，要互大家有正够有力来关心到咱的台湾企业。是，这就是大家呢上界熟悉的波蜜果菜汁来讲个事讲话。青菜伫遮。是，对，青菜伫遮，还佫有这个国庆的煎饼吼，一个脆食面，要互大家呢做伙来分享。好，那另外其实上界重要，佫一个今年上特别就是有一个，这你要看这是啥物？保温杯啊，我知。啊，你看保温杯啊。对，这保温杯啊，咱会特别大家做带介绍吼，这是由咱台
湾的在地厂商家己所制作的吼。另外呢，伊阁有加一个寒茶啊，咱头拄有看到哦，方便大家呢会当安尼寒出寒入吼。边个这保温杯啊，想要啉烧的、食冷的，其实拢会使。啊，若讲吼，若准你今仔日有想要啉茶米茶，吼，你嘛是共款会当家己茶米放入进内底，吼，安尼寒咧出去，要烧的、要冷的，拢在你介意。对。啊，即摆呢，看到咱总统府的头前哦，这天顶呢，就是这永英高教机要甲咱冲入场咯。啊，现此时呢，咱看到这永英高教机排出着大间的队形，排出着咱的总统府的头前顶。是呢，这永英高教机吼是大先力场的，会当讲这是国机国造的这个真有重要性的这个代表。这高教机呢，因主要是担任这飞行训练的任务，守护咱台湾的领空吼。咱头拄看到拢总是有5只吼，伊是排出一个大间的队形来飞过咱总统府的管理台。主要想要展现的就是咱国军的兵力，也佮有保卫国家的决心。对。啊，其实呢，咱头拄才有讲到吼，迄个保温杯下头甲下摕掉了后，比讲伊是一个中心空吼，其实伊足容易来变扫的啦。其实亲像就是迄个炮弹共款吼，所以其实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呢，有特别邀请到3位参加过古宁条战役在金门迄个所在这个老前辈来到现场，要甲咱做伙来唱国歌，也代表着无共款的族群的咱大家同心协力，做伙来打拼，希望咱台湾这个国家会当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好。无毋对，因为即马观众朋友呢，咱看到头先的入场的呢是咱的北一路的乐仪机队哦。这个乐仪机队呢，因前后加起来已经成立有超过1甲子的时间哦。除了这国内的比赛呢，伊是定得顶，伊嘛去到国外哦，这名声有影是趟国际，去到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还有加拿大等等的国家呢，拢有因的卡列。因上界出名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动作真整齐，主要呢就是要来展现这青春少女因的活力，也有少年人的自信。今仔日呢，因所带来的这个节目就叫做“团结一心，庆诞行”。也有3条歌曲邀请咱所有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We Go Together 出自知名音乐剧《火爆浪子》，搭配俏皮轻松的曲风，3对快速且丰富的图形变换，充分表达出台湾人民的热情活力。表演者手捧花束，象征庆贺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
首曲目《To Be Loved Am I Ready》，希望传达爱是世界共通语言的概念，团结、勇敢、包容是坚定友好的台湾精神。 北一女中乐仪旗队最后以游行方式退场，希望带动观众们抛开束缚，尽情地欢祝国家庆典。队员们个个品学兼优，五育并进，更在许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队员们顶着烈日夜遥集训，卯足全力准备，就为了成就这一刻。他们展现了令人感动而且惊艳的亮丽演出。 希望在北一女中乐仪旗队的力与美表现之下，大家齐力共创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北一女中乐仪旗队所带来的演出。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每年感谢咱北一女中家己机队所带来的精彩演出。咱知影讲吼，这个北一女中的这个家己机队呢，伫咧国内关啊，会当摕到真济大细奖项，会当讲是非常的优秀吼。这个呢，这个学生囡仔因唔那真够读册，而且在各方面的这个表现也拢真出球吼，非常的厉害。也今仔日要继续来邀请就是咱国军大家拢真期待这机队表演咯。 是，这回咧，这第二个节目就是国防部三军机队，也佮有联合角队所带来的表演哦。大胜立场，咱会当看到，这是国防部的联合角队哦，因会当讲这是专业的军力的部队。另外呢，后壁对咧出场的是三军机队哦，三军机队大家拢真熟悉，主要是呢，因为真厉害的这个操枪的技术，也佮有队形的变化，就是要来传达捍卫家园的这个决心甲力量。 今年呢，因所带来这个表演主题，就是家己飞扬顶荣耀，团结同心爱家邦。邀请咱观众朋友做回来共同欣赏。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中华民国三军仪队，平时执行友邦元首访台军礼及国家重大庆典操演，并于各驻防店担任礼宾驻防任务。其礼宾交接仪式庄严肃穆，名闻海外，展现国军勤训精练的一面。
一队长，海军中校李行忠报告，操演开始。操演开始。破步前行。这首歌曲以辽阔的铜管号角信号开场，并搭配充满朝气感的主题旋律，为本次联合操演揭开序幕。旗阵飘飘，旗海飞扬。现在在队形前方是平均身高190公分以上，手执国旗、军旗，对齐的3军联合旗队，配合一队齐心协力队形，展现国军捍卫国家民主的决心。接下来所演奏的是陆、海、空3军具代表性的军歌，象征我国军勤训精练、专注坚实战力、守护主权及民主的精神。继承光荣传统，实践忠诚军风。现在所演奏的曲目是陆军健儿，象征我陆军健儿斗志高昂、坚守阵地、以不怕死的精神，粉碎敌人犯我之企图，确保国家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陈长风破巨浪。现在所演奏的曲目是《海上进行曲》，象征我海军在面对各项艰难挑战、无畏战、无惧战，战先维持台海安全及对外航行自由的坚定意志。翱翔
列屿山河动，扫荡云烟日月遥。现在所演奏的曲目是《壮志凌霄》，象征我空军健儿冒险犯难，持续传承剑条精神，发扬忠勇军风，翱翔海海上空，守护领空安全。请现场嘉宾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接下来，国军乐队将演奏慷慨激昂的进行曲，搭配三军仪队多元丰富的队形变化，展现国军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请看操演。嘹亮正向的开头旋律，搭配三军仪队排列的胜利 V 字队形，象征我国军官兵展现守护国家的坚毅决心，不畏艰难，奋勇迈进。其中穿插小调旋律，刻画出国人即使面对挫折，仍不畏风雨，携手一同飞向世界，追寻自由与希望的壮丽愿景。决心，以及故事敌之不来，是有以待之的精神，时刻进行建军备战工作，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守护人民与家园的坚定意志。展望无限，迈向未来。这首皇家澳洲海军进行曲是澳洲作曲家艾利克斯·利斯特的代表作品之一，为庆祝澳洲皇家海军舰队第一次进入雪梨港而创作，搭配三军一队所排列的无限希望队形，代表全国军民团结同心。
们所听到的这首《国光进行曲》，是我国知名作曲家赖孙德芳的代表作品之一。乐曲中以磅礴凛然的气势，象征国军勇猛顽强、无畏无惧、捍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决心。随着音乐接近尾声，乐仪队的操演也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嘉宾热情的掌声。国军乐仪队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操演完毕。操演完毕。非常多谢咱国防部联合乐队开三军机队所带来精彩演出。也说落来呢，我想要先来请教上映啊。通常咱若是一般咱伫咧办劳日的时阵啊，你认为讲这民间伊必须爱有啥物款的元素，会看起来较劳日的？其实一般在我认知来讲咱所知影伫咧宫庙这种办劳日啦，主要就是敲钟擂鼓啦。敲钟擂鼓，迄是进香的时阵敲钟擂鼓啦。啊，当然啦，咱第一劳日人就是爱坐嘛。所以其实咱在逐回迄个湘西大典的这个活动现场拢会当讲是派出用人海战术这款的方式，来展现因的表演。啊，除了人坐以外，你认为讲，有啥物款的元素是认为讲，这庙会啦，还是讲咱咧是啊，这我知。艺术的时阵，爱讲鼓，讲鼓，对，讲锣讲鼓，嘿，是。啊，搁有咯。人灵人师，人灵人师嘛，啊，除了人灵人师以外咧，唔知呢，唔知吼。对，咱请嘉禾为咱做一个解说。其实就是咱台湾有民间有真侪迄款特殊的表演啊，比如讲亲像是歌戏啦、布袋戏啦，啊，甚至是车鼓戏啦，吼，这种这阵头有分迄个艺术性的，嘛有分宗教性，吼。也其实呢，咱除了就是咱这国防部的这个联合乐队开三军机队这精彩的这个表演以外呢，也说落来呢，其实呢，就亲像咱拄则所讲的这国军的这个机队因演奏说了后，你头拄则有讲到这个
落弄鼓这部分，还有人铃人狮这部分哦。其实呢，今仔日还有特别邀请一团，就是这个特技团来到这个所在。要说来要甲咱的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咱的陆军专科学校因的建国队，以及着机步333录音的波光铃，甚至是咱台湾李东华的十技团这个特技呢，要来到现场演出。其实听讲哦，这个特技团其实有真长的时间无伫咧咱台湾表演，因为讲到迄个李东华这个特技的老师傅，英国吼是真出名的。布里哥吼其实将伊吼在咱台湾这奉献这部分呢，所以呢将这个特技的部分吼有讲伊流传落来。当然嘛有真侪少年辈，亲像咱的迄个台湾戏剧学院内面嘛，其实有一个课题，有一个教这学生囡仔做这个特技的表演。所以呢，其实在这回这相识内底呢，有特别邀请因佫继续来做一个特技的部分。先让请上甲咱简单介绍。咱来讲到这李东华特技团哦，要伫遮大家做一个介绍吼。这个特技团呢，也当讲这是咱台湾文化外交的一个代表性，真有代表性的一个团体。这个李东华呢，伊是伫民国50至80年代咧成立民俗技艺训练中心哦，国内外呢是定有看到因的表演。那李东华伊本身呢嘛是互人号做是国宝级的大师。观众朋友，咱即马要插播一个，即马伫总统府内，咱看到外宾哦，真侪人即回呢拢是来到台湾参加咱的相识大典。咱看到总统赖清德，也佮有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即马当伫总统府内底来接待遮的外宾，来接受因的祝贺。另外呢，咱来看到这个总统府外口，即马当咧表演的呢是真有代表性的这个战鼓队哦。咱听到这鼓声、声安尼一直来吼，就是要展现这个艰辛论命的这个勇士的精神。头段的咱有讲到这李东华咧，其实哦，伊本身是互人号做国宝级的大师，即马呢是由个学生王光华来接手，哦，伊是结合现代的艺术，和传统的表演呢会当更较好看头。对，也当然啦，恁即摆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吼，这个战争除了爱有弄鼓吼来代表这个战争来做迄个威风以外呢，其实呢，在咱的民间传统当中呢，这个鼓吹啊，佮鼓声呢，拢会当通天地，也希望讲吼天地之间拢会当听到咱的愿望甲咱的祝福，来邀请咱的好朋友来做伙来欣赏。象征着旗开得胜的意义。而场上可爱的单轮车迷你龙，由刚获得世界独轮车锦标赛的金牌好手孔祥泰与李唐华杂技团所培训的慢飞天使单轮车队共同演出，祝福各位嘉宾龙来运转。战虎队演奏的曲目是林玉龙老师创作的《雷霆万军》，此次表演方式融入丰富走位击鼓技巧，搭配多层次变化队形及战旗标扬舞动，呈现听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随后，李唐华杂技团将配合国韵，融合特技翻滚与柔术，身手矫健，呈现龙腾虎跃的精彩画面。
现在出场的是吉普333旅所带来的普光龙。这次表演是由民俗技艺林冠良老师指导。的表演。这一段表演还有个小巧思，爱这个字是英文字母 LOVE 来组位，感谢他们用心编排这么精彩的演出。 台湾图形，表达国军与民众共同守护台湾，同舟共济。李唐华杂技团再度现身场上，就要展现团结一心、矜持为开的特技叠罗汉，还有2面特制的表演大旗，在舞动间展现台湾精神。在锣鼓声中的相互激荡，共同庆祝双10国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请大家掌声鼓励。
谢谢陆军战鼓队、机步333旅、普光龙以及李唐华杂技团的精彩演出。再次掌声感谢他们。好，接下来是台咱湾。头拄仔咧有看到一只波公龙吼，这个波公龙要为大家做一个特殊的介绍吼。这波公龙呢，这个机步333里呢，伊是伫民国13年所成立的。伫咧民国53年的时阵呢，开始驻守伫咧屏东，今年呢拄好是成立1世纪，也就是100单的时间。咱头拄仔看到迄波公龙这尔啊长哦，其实伊头尾加起来是有40公尺遐尔啊长哦，因为一只龙，其实伊上无呢，就要有22个官兵哦。这22个官兵其实平常时呢是有一寡家己的任务啦，要毋过呢，这回为着这个双十大典，伊是特别出来训练，佮找时间来培练，有影是无简单。那说落来呢，这个节目咱要来介绍的就是咱国军的人形的红仔队，也佮有中华职棒啦啦队、中华电机啦啦队，也佮有艾伯特啦啦队要带来这个比赛。优秀招募人才，艺术参与。头拄只传统看煞了，咱拢知影讲食鱼食肉也着爱菜价。现在时呢，咱在咱电视画面会当看到的，迄就是咱国军的人形枪起挂身用古水的方式要呈现予咱的观众朋友。来较停啊呢，也有啦啦队这个精彩表演，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做伙来欣赏。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创作于1990年的《中华职棒之歌》，歌词当中展开勇猛的翅膀，迎向健康的前方，是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努力打造的理想国球目标。而这首歌后来也在军中传唱，并且被改编成为《亮岛之歌》。超萌的国军人形器偶，常在国军人才招募等活动当中现身，热情动感的舞蹈，摆脱一般民众对军人严肃的刻板印象，让大人小孩都为他们疯狂。国军希望透过人形器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打破国军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让民众认识国军，进而提升全民国防还有守护家园的共识。现在欢迎来自台中市丰原区的艾伯特啦啦队以及中华竞技啦啦队进场。艾伯特啦啦队于2015年至2023年参加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的国小公开组，勇夺9连霸的冠军。2017年代表台湾前往美国佛州的奥兰多，参加世界中小学啦啦队锦标赛，赢得 Youth 10岁组的冠军，以及 Junior 12岁组的季军，让台湾的国家排名晋升到世界第2名。中华竞技啦啦队在世界啦啦队锦标赛当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水平表现，并且是唯一能够连续10年与美国队同时保有世界前3名纪录的团队。竞技强调的就是团队合作的默契，以及每一位团员的肌耐力。我们知道，将来要有更亮眼的成绩，就必须要持续努力，纵使面对困难跟挑战，都要坚持下去，不轻言放弃。期许来自台湾的孩子们，未来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强劲队伍相互抗衡，赢得亮眼的成绩。
现在是6支职棒球团所派出的啦啦队女孩进场，她们用球团主题应援曲为中华民国庆生，也为我们的国家加油。首先由味全龙队的 Dragon Beauties 用 Keep Fighting 带来开场。我们都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往手一心 ，We gotta keep fighting， 我们永远向前走，不害怕后果，没有梦，真的要往前走，为了天下而活，不忘记自走，太知道我们是味全龙。接着是乐天桃园 Rock'n'Roll Girls 用今年主题曲《突破》祝福国家再次创造巅峰。每一场尽全力去拼战，我突破，胜利荣耀在我主场。Rakuten 最强的大极限，我突破对手的防守线。乐天桃园面对强敌不退却，就在今天梦想实现。每一场有你在我身边，我突破，因为你是好队友。乐天桃园我称霸。红衣 7-Eleven 师 Uni Girls 用坚持35年，代表不离不弃的 Always Lions 献上祝福。紧接着，中信兄弟 Patient Sisters 用主题曲《晋级取胜》，象征台湾在世界持续发光发热。我不去胡闹，不轻易被击倒，我越战越勇，越是勇猛顽强，全力出击，拿下胜利，每一场战役。兄弟的强。富邦悍将富邦 Angels 献上 Go Stronger 为台湾加油，我们的国家将越来越强大。是永不退让的倔强，富邦悍将，开战时刻准备好全副武装，看我们摩拳擦掌，拿下这一场。决战时刻他上场，自信的全力挥棒，听击球声的响亮，看球飞过高墙。决战时刻他上场，强悍攻防无人挡，荣耀时刻的光芒，王者模样，是我悍将。最后是今年刚登上一军的台钢雄鹰 Wing Stars 带来主题曲《敢冲敢拼》，我们和全体国人一起迎接挑战。雄鹰啊！传递进攻我的梦，不停往最威猛。台钢的英雄气势如虹，全力轰！把机会向前行，第一名，台钢英雄一定赢。做伙拼，把机会向前行，第一名，台钢英雄一定赢。做伙拼。现在国军人形弃偶准备向观礼台前挺进，中华竞技与艾伯特啦啦队以及中华职棒啦啦队的女孩们也准备就绪。这个节目结合了国军军事纪律，
中职运动热情、竞技技巧和艾伯特青春活力，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传递融合和共融的讯息。国军人形器偶是国军人才招募的利器，加上世界金牌的竞技啦啦队。 美丽的极棒女孩啦啦队，还有可爱的艾伯特小朋友们，展现出无所畏惧、气势如虹的精神，各自散发出荣耀的光芒。出乎预料，你还要不要？嘿耶，梦被拥抱你，你了几秒的流星。 You don't need my energy， 现在不可能温煦，已经带有我算起，满久了就该回击，让我为你跳，让你想我要，就在这里跳，出乎预料。 你要不要？让我为你跳，让我为你跳，让我为你跳。你要不要？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这3组青春洋溢的啦啦队，以及国军人形器偶，充分展现了台湾的生命力。今天国庆序幕开场的每一个，咱感谢这国军的人形红仔队哦，也有咱3个这啦啦队所带来这真精彩的表演哦。因这个这啦啦队吼，其实敢知影嘉禾？我高中的时阵呢，我嘛捌去过棒球场，透过这种啦啦队的舞蹈。真的假呀？ 讲袂出来吼，讲袂出来。但有一句话讲吼，这三日无溜着八石树啊！伊讲知影伊拉我高中的时阵呢，嘛会当共款跳到遐悬，啊，嘛会晓踢腿啦。要毋过即马呢是敢若跳无一粒豆腐悬尔啦。对，所以呢，这真正是需要足侪时间的训练，才通有今仔日这款的表现。当然啊，就是讲吼，咱拢知影讲吼，台顶3分钟，台骹跪厝经。虽然讲吼，这个表演的过程只有短短几落分钟尔，不过呢，因是 付出真侪的心神，也当然啦，咱目前现主时呢，会当画面再再看到，就是咱国防部联合各队开3军机队，再再进场一届咯，是因为索罗兰呢要来进行到咱今仔日上届主要一个活动，也就是真侪人足期待，就是要唱国歌的部分。也在这是这届的这个双十庆祝大会呢，也有特别邀请到3位呢古宁头建议的这参战的这个老前辈，以及着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宝来国中、老龙国小、建山国小这个学生囡仔呢，做伙来唱国歌。也其实呢，一款无共款的一款大家来这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呢展现着比如讲有较早有英国。 未来甚至现在吼，这3个无共款的情景融合伫咱台湾这块土地。不管是你过去有参与奉献予咱台湾，或者是讲现主是你当咧为台湾打拼，或者是讲咱未来会安怎会当为台湾做更加的代志，拢会当一起呈现着这双十大会内面所要表现出来的精神。是今年咧，咱这双十大典哦，这活动主要就是分3个部分哦，就亲像是头拄嘉禾所讲的，讲阮过去哦，咱会感谢遐牺牲奉献的人，为这个岛屿、为这个宝岛牺牲奉献的人，也佮有珍惜现在，就是为咱的国家争取这个荣耀，这个人，咱嘛共款爱甲拍拍啊，爱甲感谢，也佮有落尾呢第3部分，就是迎向未来，就是望讲吼，咱全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大家会当共心合合，做伙来迎向无共款的挑战，互咱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那小等一下，就是咱双十大典的重头戏，也就是国歌的领唱。在国歌领唱的时阵呢，咱会当看到2只乌鹰直升机呢，是陪伴护卫这个 CH-47SD 的这个次努克的运输直升机哦，因为挂一个大白的这个国旗哦，这个国旗呢，差不多是有
大的篮球场遐尔啊大，因会挂即个国旗咧来飞过咱总统府的观礼台。这国旗呢，伊飞行的速度呢，差不多就是咱赛车的时速，差不多80-90公里遐尔啊紧，就亲像是驶伫个快速道路顶头共款啦。那像咱要走即款的速度呢，就是因为讲，就一定爱维持即种的速度，才会当互咱的国旗会当飞了水，嘛互人看会清楚。啊，这前后咧要训练这国旗飞过去，这时间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呢。啊，那今年这来领奖的这3位的前辈吼，咱头拄有讲到，就是因为呢，因当初时伫75当前有来参加着这金门古宁头的即个战役，迄当阵呢，因真正是拍甲真激烈咯，所以咱即回相识内底嘛邀请着迄阵呢伫咧前线咧抗战的这英雄，因3个人呢拢是90岁以上的老前辈，包括欧阳军、那玉章，也阁有王华，甲因3个人呢要参其他的合唱团，做伙来领唱咱的国歌。迎向新的考验与挑战。距离大会开始还有1分钟。今年的国庆大会特别邀请3位古宁头战役的参战英雄与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宝来国中、老农国小、剑山国小的同学们共同来领唱国歌。国庆礼赞则是由虾米市政人声乐团以及台乐舞团联合演出。中华民国中书记各界庆祝113年国庆大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立正。主席请就位，奏乐。唱国歌。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请主席、观礼台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
国歌领唱人员行注目礼，屏障人员行举枪礼，其他与会人员行鞠躬礼，请脱帽。鞠躬，敬礼。再鞠躬。三鞠躬。立礼。请复帽，主席请复位。各位长官贵宾，请坐下。主席致辞，恭请大会主席韩国瑜先生致辞。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各位尊敬的友邦嘉宾，还有在世界各地依然心系中华民国的华侨同胞们，很高兴今天在这片青天白日之下，和大家一起欢庆中华民国第113岁的生日。我想先和大家一起大声的祝福我们热爱的中华民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生日快乐！今天也非常难得，有非常多贵宾一起参加出席。我们前总统陈水扁总统、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前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卓荣泰院长、行政院团队，还有5院的院长代表，以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副院长，以及77位立法委员一起来参加，还有各县市县市长、议长，还有更重要各位在场的所有热情的国人同胞，以及在线上、在媒体上所有关注中华民国国庆的所有的海内外好朋友。回想过去113年，中华民国经过了艰辛荒芜，如今和乐富庶。我们的先辈历劫了天灾战乱，如今大多数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一代代先贤前辈带领着我们走过最严峻的历史险阻。在台湾，我们或许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但是只要去国离乡，想着念着，都是我们最美丽的家园，美丽的台湾。中华民国的存在从来都不容易，从烽火连天到偏安台湾，都是在内忧外患下走过来的。我们人才济济，突破重重的地缘限制，开发了我们美丽的台湾这个岛的潜力。首当其冲便是10大建设、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等等。我们应该感恩这些前辈父祖，因为爱台湾，一路打拼下来。除了他们，我们应该更感恩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成千成万善良勤恳的百工百业、士农工商各阶层的同胞。这里有你，有我，有他，也有我们共同的祖祖辈辈，一步一脚印为国人同胞、为后辈来打拼。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联合国统计全球将近80亿人口，25%在战乱，还有60%在贫穷线以下。
想想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我们不得不惊恐。台湾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占地球上的3%的土地。台湾2300万的人口，只有占全球79亿人口的3%。但是，我们各行各业，大家努力打拼，我们的工业产品可以高达全球3%，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没有煤炭，我们唯一有的就是人才，唯一愿意做的就是努力打拼。这个世界并不太平，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贫困，所以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守护台湾这个宝岛。台湾在中华民国的保护之下，历经了各种风云变幻的国际政经情势，我们依然保有一方的自由安定的天地。在中华民国台澎金马，60岁以下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火，严格来说，我们也没有经过饥荒与贫困。年轻的下一代更要能够了解，是中华民国，是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保护了台澎金马，再加同胞们的团结努力，维持了我们将近70年来的安定繁荣。我们也知道，在很多场合，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呼吁国人同胞，我们一样要有骨气，要有勇气，必须让世界知道，让年轻人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它可以是台积电，可以是佛光山，可以是慈济，可以是走遍全世界的台商。中华民国也可以是参加奥运的奥运选手，中华民国也可以是在座的各位，也可以是每一个国人同胞。中华民国也可以是人在海外心系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同胞。另外，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停下脚步。未来，我们期待能透过国会改革法案的推动，为2300万的国民同胞打造一个官员在任期期间都必须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担当所有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公开透明的政府，唯有一个不造假、不隐瞒、不推诿的体制，才有机会在全民的检视之下，实现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各位国人同胞，我们花了将近半世纪以上的努力，才从一个风雨飘摇的美丽台湾小岛，华丽的转身，成为全世界前25大的经济体。为了继续创造奇迹，为了继续维持和平，为了继续追求民主，在这里呼吁整合大家所有的思想，所有不同的意见。国瑜在这里呼吁我们把它整合4句话，变成我们追求的价值。这4句话，经过我多年的思考，各方面的了解之后，提供这里，也呼吁大家可以共同来思考，共同来追求。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在这里，我还要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侨胞朋友，谢谢。从国父孙中山革命开始，侨胞就是中华民国创建的重要推手。各位长期旅居在海外，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帮自己，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
你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最亲的亲人。在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之下，我们血脉相连。要谢谢各位华侨朋友的关心，也希望所有华侨同胞有空多回台湾来走走，来看看。中华民国随时欢迎各位侨胞朋友。最后，面对再一次对国内所有的2300万民众好友，要说一声感谢。今年的国庆大典，幕后工作伙伴真的是认真的、努力的付出。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大家刚才都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表演，都是付出无尽的心血来训练、来演练。那这一次113年的中华民国的国庆，让我们重新找到我们从前双十国庆盛世的光荣。我们再一次体会了举国欢腾、国恩家庆的美好。我们又再一次找回到当初的感动。最后，再一次祝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天佑中华民国。祝所有国人同胞、海内外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一次喊出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谢谢大家。侨胞代表致辞，主席介绍侨胞代表。接下来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位侨胞代表陈桂林侨务咨询委员。陈桂林侨胞女士为侨务委员会咨询委员，出生于台湾桃园，现侨居于美国，担任全美台湾同乡会的总会长。海华文教基金会董事及亚太自由妇女协会的理事。陈委员长期热心公益，服务侨界，支持自由民主的台湾，在侨居国拥有高知名度以及良好的社会声望，协助我们政府推展台美间外交及侨务工作，提升台湾国际形象及能见度，贡献卓著。基于对台湾的热爱及对台湾语言文化的坚持，担任华府台湾学校校长。这段期间，秉持着只有一个学生，也要把台湾语言文学继续传播下去，这样子一个理念，努力不懈，在美国传扬台湾的文化，追随台湾同乡前辈的脚步，爱乡爱国的热情令人感动。现在，请用我们最热烈掌声欢迎侨胞代表陈桂林女士。敬爱的赖总统、萧副总统、大会主席韩院长，各位女士、先生，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高早，大家好，大家好。带着对我们国家的深厚情感，无论身在何处，台湾始终在我们心中。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双十国庆，本人很荣幸能代表全球侨胞为台湾献上诚挚祝福，也希望我们全国同胞都健康平安。台湾人民很幸福，我们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理念，但是我们都可以尽情的表达，并获得尊重。近年来，有许许多多的新移民的加入，我们虽不同文、不同种，但也建构成国际多元的国家。
一路走来，我们坚定守护民主和平，保障自由人权，不受集权国家恶意的干预及侵扰，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既包容又坚韧的民主精神。在捍卫民主自由的同时，侨胞身在海外，嘛努力协助政府甲世界连结，无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加速推动台美片面商定契税，甲欧盟签订经济伙伴协定，接续推动台美教育倡议、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台美产业合作推动计划等等这国际合作，或者是推动台湾加入 WHO、UN for Taiwan、Keep Taiwan Free 订签联合国275号的决议文。所有咱的海外侨民、海外侨民在海外为台湾发声，我们都是第一线的台湾民间大使。台湾需要世界也需要台湾。从 AI 浪潮到第一岛链，从人工智慧之岛到全球民主供应链，从联合国的永续经营到2050净零碳排，台湾都在世界舞台担任关键重要角色。我们将打造智慧永续新台湾，成为经济日不落国。我个人曾经担任14年的华府台湾学校校长，非常支持侨委会在欧美广设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我们以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深入国际主流社会，分享台湾的价值与美好。今天在我们的观礼台上，也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师铎奖的得主，他们都在海外奉献侨教超过30年以上，请大家给他们最大的掌声，谢谢他们对台湾所做的奉献。今年是美国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全美台湾同乡会在2023年发行50周年的纪念专辑，专辑记载了台美人在过去的岁月内底如何亲近台美的外交，为着台湾的民主、人权加转型正义，吐尽心头火，声声为台湾。台湾的民主多元的进步，是最海外的侨胞甲民主前辈牺牲奉献才换来的成果。民主、自由及人权是我们永远不退让的坚持。今年的法国巴黎奥运，台湾的选手拿下2金5铜的佳绩，相信大家都为他们加油，并感动落泪。反观中国，在奥运期间，对我国家队及加油群众所持的旗帜及标语的种种打压行径，却只会让我们更团结。台湾人民就好比是每一个在奥运场上拼尽全力为国争光的选手一样，我们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主权与经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当中，尽全力为台湾打拼，为台湾努力。有心人士可以抢走我们的海报，却夺不了属于我们的奖牌与骄傲。暗黑势力可以无情的打压，却阻挡不了国际正义支持的力量。前几天，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大家最爱的2姐江蕙的歌声，
他说要把台湾揽条条，爱甲台湾揽条条，爱甲台湾揽条条。在国家面前，我们唯有团结一致。全体海内外同胞，我们唯有团结一心，才能让台湾走得更长，走得更久。这也就是今天我站在这里的原因。最后，我想以一辈子挚爱台湾的民主诗人、已故的国策顾问曾贵海医师的诗来献给大家。不断的开花，不灭的梦，在某个小小的角落，悄悄改换了世界。感谢每一个伟大的台湾人，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您的一己之力，我们悄悄改换了世界。请代表全球侨胞祝贺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赖总统政功慷慨，人民安居乐业，平安幸福。台湾加油！咱来个台湾加油，好不好？我讲 Let's go， 您讲台湾 ，Let's go 台湾 ，Let's go，Let's go 台湾 ，Let's go，Let's go 台湾 ，Let's go。多谢大家，谢谢，谢谢。介绍友邦贵宾。请与会的来宾及长官共同欢迎友邦贵宾莅临会场。帛琉共和国艾古斯国务部长 Honorable Gustavo Aitaro, Minister of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圣露西亚雷洛斯参议长及法兰西斯众议长 Honorable Alvina Reynolds and Honorable Claudius J. Francis,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and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St. Lucia. 圣文森及格瑞纳丁丹尼尔副总理兼运输、工程及土地利用规划部部长。Honorable Montgomery Daniel,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Transport, Work, Lands, and Fiscal Planning of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贝里斯海德副总理 Honorable Cordell Hyd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Nature, Resources, Petrol, and Mining of Belize. 图瓦鲁国戴斐利总理伉俪 The Honorable Faleli Panitala Tel, Prime Minister of Tuvalu and Madame Tosaga Tel.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友邦贵宾的莅临。请大会主席代表全体与会人员，恭请总统莅临会场。国庆礼赞。因为今天。
钟声都睡着，也不要把你放掉。呜啦啦啦啦啦啦，大大的拥抱。呜啦啦啦啦啦啦，大大的拥抱，大大的拥抱。我愿像那红红的泪，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亭亭的袜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受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我美丽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回家，渐渐要去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亲爱的父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过世啦。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朋友笑我是爱做美梦的戆囝。不管如何，路是家己行。再会吧，再会吧。啥物拢唔惊，啥物拢唔惊。再会吧，再会吧。向前行，向前行，就啦啦啦啦啦啦，艳阳好海角。就啦啦啦啦啦啦，艳阳好海角。如果看到地球另一边，其实彩虹是个圆，就像偶尔分别的我们，幸福完全没有残缺。你在我的心里面，等于陪在我的身边，所以每一次见面，你的温度像微声音，我都想收集多一点。黑夜像海洋，你的爱把我包围蓝天，写满誓言，金色阳光，没有人在说温暖，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恨不得抱紧一点，好好给你在我身上，直到
谢虾米市长人声乐团搭配台乐舞团，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振辉老师与丁丽芬老师。总统莅临会场。来宾请起立。好，观众朋友，咱即马看到画面当中哦，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对总统府内底来到咱双十大典的大舞台这会场，这也是赖清德呢伊头一届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伫咧双十节的大典顶头来发表谈话。其实伫咧前几天啊，咱的双十暗会咧，赖清德捌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咱中华民国呢，伊毋是咱的母国，这款的理论呢嘛引起国际真大的关注。也那今仔日双十大典，咱就要来看赖清德总统所要发表的谈话。各位贵宾，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大会主席韩国瑜院长、萧美琴副总统、左荣泰院长、土阿鲁戴斐利总理阁下伉俪，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庆后团团长，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起为今天美丽的台湾喝彩，迎向明天更美好的台湾。113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他们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他们的理想是打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然而，民主的梦想曾经在熊熊战火中被吞噬，自由的理想常年在威权统治中被侵蚀，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75年前的古林头战役，66年前的823战役。我们不分先来后到，不分族群你我，守住了台澎金马，守住了中华民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45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以及前前后后一连串的民主运动。一批批同样怀有民主梦想、自由理想的人，无畏牺牲，前仆后继，用生命推开民主的大门。100多年来，人民想要当家作主的愿望终于实现。各位国人同胞，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驱逐，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台湾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胼手胝足，但当我们的朋友遭遇天灾危难，面临百年大疫时，我们毫不迟疑，伸手援助。台湾 can help 不是口号，是台湾人民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的行动。
过去，台湾人民用一卡皮箱招骗全世界，开创台湾的经济成就。现在台湾科技运用一颗晶片驱动全世界，成为繁荣发展的世界动力。台湾人民多元无惧，我们的尼菲亚是世界防后，台湾人民勇敢无畏，台湾的女儿林玉婷是世界全后。17岁的蔡云荣，用她沉稳的双手，夺得世界第1的木工荣耀。20岁的陈思源，传承了父亲的技艺，勇夺冷冻空调的世界冠军。新一代台湾制造的年轻人，再一次擦亮台湾制造 Made in Taiwan 的招牌。我要感谢一代又一代国人同胞同舟共济，风雨同行。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迎向未来。各位国人同胞，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中华民国始终屹立不摇，台湾人民始终坚韧不移。我们深知彼此的立场有所不同，但始终愿意包容彼此。我们深知彼此的意见有所歧义，但始终愿意携手前进，从而凝聚成为今天中华民国台湾的样貌。身为总统，我的使命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团结2300万台湾人民，并且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并吞。我的使命也是保护全体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坚定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国防，跟民主国家肩并肩，共同发挥嚇阻力量，靠实力确保和平，让世世代代皆能安身立命。我的使命更是照顾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活生计，积极发展经济，扩大投资社会照顾，并且让经济发展的成功果实和全民共享。然而，国家的挑战未曾间断，全球的挑战也正是台湾的挑战。全球气候变迁冲击世界的永续发展，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冲击全人类的健康与生命，而威权主义的扩张也在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威胁我们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在总统府成立了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以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这3个委员会环环相扣，都和国家韧性息息相关。要打造更强韧的台湾，积极应对挑战，也加深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我们要强化台湾因应极端气候风险的调适机制，更会持续推动第2次能源转型，确保电力稳定供应，并透过
发展多元绿能、深度节能以及先进储能，来稳健迈向全球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我们要有效防堵国际传染病，并且提升国人平均余命，降低不健康年数，以及落实建医疗平权，让人民健康，让国家更强，让世界拥抱台湾。我们更要提升国家整体的国防、民生、灾防、民主4大韧性。台湾人民越团结，国家就更安定；台湾社会准备越充足，国家就更安全，台海也更和平稳定。台湾有决心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荣，也愿意和中国共同因应气候变迁、防堵传染病，以及维护区域安全，追求和平共荣，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支持中国、投资中国，以及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的提升，无非就是期待中国一起为世界带来贡献，对内重视民生，对外维护和平。当前国际紧张情势不断升高，每日皆有无数的无辜人民死伤于战火中。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在国际情势越混乱的时代，台湾将更沉稳、自信与茁壮，成为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力量。我相信，一个更强大的民主台湾，不只是2300万人民的理想，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我们会持续壮大台湾，推动跨领域的经济发展。台湾的经济实力不是奇迹，而是全体国人的共同打拼。我们要以创新经济、均衡台湾、包容成长为目标，把握世界趋势的变化，继续站稳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未来，除了5+2产业创新、6大核心战略产业之外，台湾的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以及次世代通讯的5大信赖产业会更加蓬勃发展，布局全球。我们同时会推动中小微型企业的转型发展，行销全世界。各位国人同胞，我们也会持续落实跨区域的均衡台湾。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对于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以及普通统筹分配税款，大幅增加895亿元，总共达到7241亿元，创下新高。同时，在治水预算上，比今年度增加159亿元，总共达到551亿元，来协助全国各县市因应极端气候的挑战。我们也会加速提升全国路网的安全，打造以人为本的交通环境。同时，
我们要完善捷运网络，串起北北基桃首都生活圈，也要进行桃竹苗大溪谷推动方案，打造串联南北的中部科技聚落，启动智慧科技大南方产业生态系推动方案。我们也会加速推动东部交通路网的安全，让东部的乡亲有更安全回家的道路，并且要加强离岛地区的基础建设，提升生活品质和观光能量。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更要落实跨世代的照顾人民。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会继续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 2.0， 并且更进一步，我们已经增加托育费用补助，也会提升幼儿园的服务品质。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政府有责任帮忙照顾。各位年轻同学，我们会继续落实高中职免学费，持续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的学费。更进一步，我们已经成立青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年轻朋友的梦想，政府有责任帮忙圆梦。各位青壮年朋友，明年基本工资会再调升，租金补贴户数也会再增加。我们会扩大社会投资，在生活、工作、居住、健康、扶老携幼等面向，提供更多的支持。青壮年朋友的家庭负担，政府有责任帮忙减轻。全国的阿公阿嬷，明年台湾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我们会提早启动长照3.0，逐步落实慢性病防治的888计划。我们也要成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并且强化社会安全网，加强弱势照顾，以及落实对青壮世代等各年龄层的心理健康支持，来具体实践全人、全龄、全社会的照顾。我也深深知道，大家最在乎的是高房价的生活压力，最深恶痛绝的是诈骗横行。我要向国人承诺，执政团队不会回避这些问题，即便得罪特定团体，也在所不惜。我们会加强打诈的力道，加快打炒房的效率。我们会扩大租屋族的照顾，平衡换屋族的需求，实现居住正义这一条路，我们会一起走，继续走。今天，陈水扁前总统、蔡英文前总统以及不同政党的领袖都来到现场，我要感谢各位的参与。这代表着国家一代又一代的实力累积，也代表着台湾多元民主的价值与意义。国家要团结，社会要安定。感谢近期韩国瑜院长和卓荣泰院长开启朝野的合作，将促成朝野党团会商。民主国家的政党对内竞争，借由竞争推动国家进步；对外团结，争取国家利益。无论我们来自哪一个政党，无论我们主张什么政治立场，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够凌驾人民的利益。因为这正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秉持的精神。
这正是冲破威权的前辈牺牲奉献、追求民主所带给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启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会不分党派、不分你我，相聚于此。我们大家，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都要有共同的信念。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的努力不变。我们希望两岸对等尊严、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我们世世代代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坚持不变。我相信，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共同梦想，也是台湾社会与国际社会共同的理想。台湾人民越坚持，全球民主就越坚韧；台湾人民越坚韧，全球民主就越坚持。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不分彼此，一起加油！谢谢大家，谢谢。主席恭请总统至贵宾席。头拄只总统赖清德呢，伊在伊这个发表伊的演说的过程当中吼，也有讲到讲哦，其实这个规个国家中华民国这个历史吼，其实伊在这个特别的也讲到讲吼，进前的这个40多年前的这个美丽岛事件，其实也提醒到咱一件代志，就是讲这民主自由的其实唔是对天顶落落来，是透过咱争取，也争取过后呢，咱才做一个美丽自由的这个国家吼，咱一个台湾有民主自由的国家了后，咱应当爱甲伊守护做伙呢，才做咱家己的主人。而且着面对着这世界这个局势当中，特别是台湾吼，经过着这疫情的关系，咱台湾其实确实会当叫做台湾牵口的这个部分。而且呢，咱正做世界当中的一个台湾吼，咱台湾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当中，咱真侪有真侪优秀的台湾人，伊也特别激励着，亲像讲哦，摕到这世界变种风向的尼菲亚，甚至是伫咧奥运模型摕到金牌的林旭婷，咱台湾查某囝。也甚至讲吼，咱台湾有真侪科技的发展，亲像是晶片，这拢是 Made in Taiwan， 会当甲世界来徛起的吼。也总统赖清德伊也讲到讲吼，伊才做一个国家元首，伊的国家总统一个使命，就是希望讲将这国家的主权的甲守护条，是无允准别人来侵犯的。而且伊也讲，伊要来落实到这和平4大支柱的行动方案，要来加强国防，而且增加到咱的国家的韧性。是，这赖总统嘛有讲着讲哦，其实做一个总统的，伊上界主要、上界重要这个使命，就是爱照顾这个岛屿顶头2300多人的这个生活。伊也讲着吼，这挑战的是无断过的，就亲像是即马天灾地变、气候变迁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也佮有政治威权的这个问题，甚至呢，就连经济嘛是共款有真侪挑战的。所以，所主要要爱做的，就是爱强化咱台湾。这个岛屿的这个韧性，这个韧性是要安怎来做的？除了咧是要来加强这个能源的转型以外，另外咧防疫嘛是真重要。也佮有头拄仔嘛有讲到，这是国防民生
在防甲民主这几个部分拢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赖总统呢，伊嘛讲吼，希望大家呢会当看党派的合作，看世代的照顾这个人民，也搁有咧看领域的经济发展。另外，上界落尾上界重要的就是希望会当看各界的国际合作。伊讲吼，这台湾的人民呢，若愈坚持咱全球民主，就会愈坚韧。就亲像咱的英文的 slogan 所讲的吼 ，A beautiful Taiwan today, a better Taiwan tomorrow。对。而且呢，其实总统赖清德伊咧最后的时阵啊，也有讲到讲，无论你认为讲你的国家叫做是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甚至是中华民国台湾，这大家称呼是无重要，上界重要就是讲，咱捍卫国家的决心是绝对无改变的。所以当然啊，要守护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呢，唔是亲像我拄则所讲的，这白白对天顶落落来的是真侪前辈呢啊，为咱拍拼流血流汗所争取来，所以咱假设咱台湾这个岛屿顶头的每一个分子呢，咱拢应该有这款的责任，该守护掉的。而且呢，咱定做一个世界当中的台湾，世界当中的一份子呢，咱台湾 can help， 咱台湾就亲像一个选择同款，会当一个世界当中愈来愈赢啦。是这赖总统你嘛有讲着讲，这台湾呢是世界的台湾哦，这个宝岛呢是袂堪得咱来算长的哦，无论这个族群啊、语言啊是有偌尔济，咱拢共款是头伫台湾天，脚踏台湾地，啉共款的水，也食共款的米哦，大家一定都爱扶持、相牵、共同来拍拼，做伙创造更较好的未来。对，那其实呢，这总统赖清德的这个就在双十当中这个演说吼，其实呢是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是因为在进前这个双十晚会时阵呢，又讲出到咱台湾的中华民国绝对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外呢，而且也有特别讲到讲，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的迄个国庆才拄过年，才有70几年尔。啊那中华民国呢，到今年是已经是113年咯。所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祖国。所以伊这款的言论呢，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甚至是国际媒体当中，引起着真大的一个讨论了，对啊吼。所以其实大家拢伫咧近看讲，在今仔日这个双十大会总统的演说呢，伊是毋是有可能哦，讲引起着阮中国迄边，伊敢会搁来调卡转地，亲像初五吼，赖总统讲煞了后，这中国国台办是过3天到初八了后，才回应一个敢若无讲到啥的一个言论啦。其实因讲的大概就是迄套迄一样尔啦吼。所以其实大家拢是咧关注到台湾，就是在今仔日呢，这赖总统伊所发表这个言论，究竟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这背后有什么款的分析呢？其实会当继续锁定阮的台语新闻。是，啊那说落来呢，咱今仔日接续这个主题表演吼，这嘛是节目嘛是共款真精彩。后来呢是要邀请到这宪兵指挥部的快速反应连，因所要带来这个表演的这个主题题目叫做“台湾应邀光辉再现”。这是等下呢，咱观众朋友会当看到有2台林昆车吼，因是做头前带49台的重型机车。这重型机车呢，因是规个车队呢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要通过咱总统府头前的这个观礼台。咱看到这车队吼，平常时呢，伊是负责来引带这国家的车队。这重型机车呢，小等下观众朋友会先看，你啊详细甲观察一下吼，这重型机车呢，伊是有配备武器的哦。因呢，就是希望讲伫咧面对攻击的时阵，会当有更较机动性的反应。对，其实事实上吼，亲像阮之前来看义演的时阵啊，拢认为讲，这骑机车介像是无啥物困难啦，伊台湾人真够骑乌多摆。但是事实上呢，这重型乌多摆其实跟咱一般所骑的这乌多摆其实是无共款的，而且呢，伊的体型大大以外呢，较顶下来看时阵，其实伊会变换真侪队形。这队形哦，比讲2只跟2只之间吼，要爱摆齐，而且速度阁爱一模一样哦。是，这当完世工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哦，而且伊都要维持伫咧时速5公里哦，这5公里。其实一般人骑机车，你上无一定20公里起跳的啦，所以维持伫这5公里以内，有影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对，所以咱邀请咱的好朋友，咱做伙来欣赏。
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今天为了庆祝国家最重要的庆典，快反连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现在车队即将通过主席台，请在场所有贵宾一起向官兵挥手致意。首先为各位带来的是重型机车分列式，在队伍最前方的勤务前导车是由连长吴建兴少校率队乘坐的宾士 C43敞篷车，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带领49辆重型机车通过观礼台。机车手稳定的驾驶技巧，搭配洁白车身和典礼服，代表着快反连的荣誉与优良传统。宪兵快速反应连成立于民国107年，前身为享誉国际的宪兵机车连。陆军配合国军装备提升，于民国112年换装全新 EDI 挑战者重型机车，是国军目前唯一使用重型机车执行任务的部队。快反连官兵意气风发，气势浩荡，是一支军纪严审、训练精良的杰出部队。在整齐划一的重级分列式后，快反连将带来一连串的队形变化展演。首先进场的是箭头队形，看着箭头持续向前，快反连将持续精益求精，保卫国家，塑造成新一代的钢铁劲旅。接续带来的是顺利定圆。机车手透过顺向及逆向同心圆方式，为了展现队员的团队默契，需要克服行驶交错的机体压力，将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国人面前。现在穿着典礼服的机车手，宛如国旗上的光芒一样，与国人一同守护自由民主的台湾。接下来进场的是双 B 交错，双 B 代表着 victory 与胜利，呼应操演主题，台湾荣耀，光辉再现。机车手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交错行进，克服近距离行驶的心理压力，展现宪兵使命必达的胜利决心。请各位长官贵宾给予操演团队最热情的掌声。经过精彩的交错队形之后，接续
天为各位贵宾带来的展演项目为环环相扣。机车手保持时速5公里，稳定车身变得更为困难。在极小的秒差下，完成交错技巧，展现机车手果敢无惧的心理素质。印第安挑战着重型机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洁白的车身象征宪兵廉洁与忠贞，展现守卫国土的决心。在歌曲的尾声中，宪兵快板连将组成大雁队形，象征大雁展开双翼，振翅高飞，共创军民同心。我们再创新游。接着进场的是荣耀英雄游行队伍，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他们即将就要对伫这个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后边咧，要入场的就是陆军官校的国旗队哦。这场的表演节目叫做《荣耀英雄》。这陆军官校咧，其实成立到当后拄啊好是满100档，这回呢，因是派出40个人来讲旗，咧带领后边的咱的芭蕾奥运，也有帕运甲国际机能竞赛的选手来成做一个英雄的车队要来入场。会讲到这届游行呢，参与的是这奥运、帕运、台湾桃园龟山国小消棒队U17男子、女子排球代表队，还有击击竞赛选手所组成。透过因的拍拼呢，因个人的拍拼，也互咱台湾伫咧世界放看见。今年呢，咱这奥运呢是派代表团是有派60位选手，拢总是参加16项的比赛吼，是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也那咱帕运的13位选手呢，伊嘛是延续咱奥运这份气势。即摆画面当中，咱所看到的就是咱奥运的选手林淑萍已经入场。除了这奥运的代表团以外呢，帕运13位选手呢，因今年是伫这个项目内底摕到3块银牌、2块铜牌。咱也要借这个节目来感谢这个选手，也有教练的付出。总统夫人及副总统一同到前方的观礼台中央，跟国军弟兄及选手们打招呼。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巨幅国旗，由建校100年的陆军军官学校橄榄球队队员担任展旗手。中华民国国旗由蓝、白、红3色组合而成，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相信大家也会深感光荣与骄傲。接着出场的是巴黎奥运中华代表团。相信大家在赛事期间都全心为选手们集气。今年共60位选手参加16种运动竞赛，最终夺下2金5铜，共7面奖牌的佳绩，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而其他选手们也都在竞技场上全力拼搏，更值得我们为他们喝彩。在场上的是台湾女儿林玉婷、拳击女王陈念琴、
看到这就是无信摕到金牌的林旭玲，也就是咱讲的这个台湾查某囝。另外，即摆画面所看到这个是无信女王单念琴，以及叫选手吴思琪。甘家威、连真玲、杨元慧、林真豪。其实咱台湾这奥运选手吼，大概是拍出万定位，在咧世界当中互人看见。特别是林旭玲吼，伊在这比赛时阵呢，也受到这个性别争议。也不离个呢，伊心性真坚强吼，无伫咧插讲吼，针对别人对伊的质疑，也有关了在这个奥运的所在呢，伊拼出家己的一片天，拍出万定位，摕到金牌，正做咱台湾的金牌选手，会当讲是咱的台湾查某囝。而且呢，伊也讲哦，伊遮尔啊受人关注，伊也希望讲呢，将这个关注的力量呢，化身做投入公益，也希望更较侪人来疼惜咱台湾这个土地。是除了咱奥运的代表团选手入场呢，也搁有咱桃园龟山国小棒球队哦。这个棒球队呢，因是伫2002年的时阵所成立的，到今呢是摕到真侪项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呢，伊嘛代表咱台湾去参加国际上的侪项比赛，摕到2摆的亚军，1摆的第3名，这款的好成绩。另外呢，咱嘛会当看到哦，头拄仔入场的，也搁有咱 U17。男子、女子的排球队哦，这排球队呢，因伫个世界锦标赛是摕到第3甲第4名。咱嘛感谢因为台湾争取荣耀，嘛过来因继续打拼，未来会当有更较好的表现。期待他们未来继续在为国争光。大家知道，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现在进场的是今年参加国际技能竞赛的代表团，台湾好手勇夺2金、3银、10铜及28项的优胜。获得金牌的选手有家具、木工职类的蔡云荣和冷冻空调职类的。体育比赛，咱这体育选手看煞了后呢，咱要来进场所看到的是国际技能竞赛代表团。咱台湾的选手非常的优秀哦，甲人摕到2块金牌、3块金牌、10块铜牌，也阁有28项的优胜。尤其是这个项目呢，甲咱台湾的生活用具是真有相关的，无论是家具类啦，也是讲工业控制类，这个呢拢是展现着咱台湾有真好的底子，咱有这款的材料，会当甲世界各国的选手做伙来吃起。接着，巴黎奥运车队即将进场，我国13位选手也延续巴黎奥运的气势，在出手运动赛上对抗各国强敌，获得3银2铜的佳绩。荣获桌球银牌的田晓雯、林之瑜已经来入场咯。咱台湾的这回有13位的选手，也延续着咱巴黎奥运摕到奖牌气势，伫7种运动项目顶头呢，甲大家来车拼，也摕到3块金牌、2块铜牌好成绩。在广告车上还有桌球银牌陈明志选手，以及默默辛苦。其实咱看到做一个运动员吼，就是爱坚持到底，千万袂当放弃，爱发挥这运动员的精神。就亲像是咱台湾伫这个土地徛起，大家嘛是拢同款同心打拼，就是希望这个国家会当愈来愈好。谢谢总统、总统夫人、副总统及主席以及为英雄的喝彩。现在请总统、总统夫人、副总统及主席回座，继续欣赏后面的展演。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竞技场上，每一面奖牌都得来不易，国人都看见你们拼搏的精神，都被你们感动。我们再次感谢这些教练、选手的付出。感谢这些英雄们，让我们再一次给他们最热情的欢呼，感谢他们为国家的付出。目前呢，咱看到这个咱体育选手退场了后呢，这个
机车队呢也已经离开了现场了。那说落来呢，其实咱拢知影讲哦，在这双十活动啊，这个庆祝典礼当中呢，有安排真侪精彩的节目。那其实在这今仔日的现场安排的，说落来呢，有关有咱台湾在地传统文化表演。说落来要欣赏的呢，有咱原住民表演以外呢，也有客家族群的表演。那说落来要介绍的这位叫做是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请上给咱介绍。是这个阿勒菲斯吼，阿勒菲斯这4字呢是阿美族马歇的意思，伊所代表的就是原住民族迄款勇士的精神。这回呢，伊要所带来的表演就是花莲客风，要来小解这个花莲的原住民族真丰富的文化底蕴，伊嘛融合即马现代创新的设计，要展互大家看。另外呢，伊嘛希望讲透过即摆的表演，会当甲大家讲哦，即马花莲天灾过了，大家呢要是真积极来面对未来各项的挑战，希望大家呢会当共心来祈福祝福，咱有更较好的未来。对，其实咱台湾是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吼，不管你是讲什么款的意见，咱会互相尊重，大家有无同款的文化，无同款的文化资产，要互相听到，互台湾成做一个选择的台湾。是因为选择呢有五彩的光芒，也就亲像咱有无同款的族群同款，大家互相来听从，互相支持，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呢，做伙来欣赏这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精彩演出。赋予古谣层次丰富的特色，成就古谣与乐舞碰撞演出的精品舞码，让6首悠远的古调与乐舞以多音交响、族群礼赞的精神，严谨且精彩的呈现。
头拄仔看到这花莲县政府呢阿乐菲斯文化艺术团因所带来的表演，就是呢花莲客的风，希望会当透过这款的表演来家己讲啊，家己去介绍这个原住民族真丰富的这个文化底蕴。咱若说落来呢，要互大家看的这个节目呢是客家委员会所带来的表演哦，因正特殊哦，因的主题呢就是守护咱的台湾，因是用舞蹈、武术、传艺、摇滚甲八音来展现因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色。对，因为呢，因将这所有的物件拢在客做伙呢，想要打造一个客家文化一款方式、一款表演哦，来邀请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到因所带来的精彩演出，守护咱的台湾。展现客家文化艺术的兼容并蓄。大家也可以看到，表演者服装是以客家花布为底色，辅以客家五福纸的剪纸图案，以轻快的运动服装呈现即将迈入第60届的6堆运动会，用强身健体传承祖先的保家卫国精神。渡海来台，安居宝岛，在战时起身抵抗，在平时耕读传家。场上所看到的有庄头伯公、田头伯公与水头伯公，结合自然与神奇造型，也呼应客家顺应自然、人神和谐相处之意。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客家戏学系及歌仔戏学系、竹头背客家八音团、美浓国中客家八音团共同带来大团圆的曲目，向国家祝贺的开场表演。由星火创意所带来的武术表演，以客家流民拳展现客家先民在面对环境、族群、国家安全的抗争时所展现的坚强意志。
时互相唱和的歌谣，是客家传统文化的瑰宝。新编版本以优雅的古典钢琴伴奏，由戏曲学院客家戏学系学生洪云嘉、施义山演唱。高雄私立树德家事职业学校师生的双旗飞扬，模拟黄蝶飞舞在山林翠谷之中，并以多元变换的队形展现扬蝶的姿态。接下来由华语乐坛史上最年轻的摇滚乐团 J-Cole 乐团为我们带来《打败大魔王》。这首歌曲以轻快曲风结合武术、传艺、舞蹈等元素，共同展示客家年轻后生的活力与创新。看到讲吼，这个真精彩的客家相关的表演，啊，先来请教着上映啊，因拄着讲吼，你心目中拢有一个想要登去的所在，就是台湾，安尼你想要登去的所在是倒位咧？就是伫阮兜，台南我府城人。你是府城人，我是英歌人。我知咱英歌的查某囝林旭定嘛是。阮厝边，是。吼，呀，其实咧，今仔日表演，会当讲是非常的精彩啦，吼。其实说落来要进行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节目呢，也就是咧庄敬歌节的这个表演的活动，就是街舞吼。其实咱台湾的街舞活动，亲像就是讲，亲像即届迄个霹雳舞啊，嘛有到奥运去比赛吼。其实典型讲，其实咱台湾在这款运动啦、表演项目当中呢，其实咱拢会当有无共款的发挥的迄个成果，所以其实。
是会当看到讲，其实咱不管是咱的台湾人啦、台湾囡仔呢，其实在各行各业每一种领域呢，其实拢有非常出色的一款表现。是歌舞呢，会当讲作是较新型的一款表演这种舞蹈的形式哦。啊，即马咧亚后的上尾啊，这个节目就是庄敬高级所歌舞队甲咱的陆军特战指挥部等机队所要带来的表演哦。因的主题是武装警卫威武特战哦。咱小等会当看到这歌舞队呢，因主要展现4种无同款的歌舞的风格。包括这个 hip hop、locking、girl style， 还有 breaking， 因就是主要要来展现这个青春活力，还有快乐甲自由的精神。另外呢，咱嘛要小解哦，这个等机队的这亚后的吼，这把国旗有影是非常的大把哦。听讲这有30米甲20米遐尔大把的，所以小等的观众朋友嘛会当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这趴有一个上介重要、上精彩，就是咱的雷虎战机最后的抢场。咱的观众朋友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大家拼无走的哦。这次表演以一种态度酷炫的形式展开，嘻哈音乐是最有态度的舞蹈和音乐，呼应了此次巴黎奥运圣火交棒给嘻哈发源地美国。学生们现在以嘻哈舞蹈为表演拉开序幕。
one that you wanna listen to.时尚界最流行的舞蹈风格 ，Voguing 时装舞是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舞蹈风格之一。这种风格充分展现了女性的魅力，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表现方式。 这种风格舞蹈常以各种手势强调脸部轮廓，也会利用快速旋闪和翻转手腕来表现动作的流畅度。场上的学生们，无论是神情或是姿态，都非常的到位，台风也相当稳健。Come on, come on, hit it. That's hot. Drop the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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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you wanna do? Well, it's on you. Hit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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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op the beat. Hit it. Hit it. Hit it. 最后，我们将以霹雳舞作为压轴表演，将以霹雳舞最经典的招式作为结尾动作。
观众朋友，咱头拄看到即马空军雷虎小组因是有7架 AT3的教练机吼，因头拄已经飞过咱总统府的观礼台。其实吼，这7架教练机呢，因是对新竹起飞爱驶过淡水河，才入来到咱台北市的市区来吼。这前后是拢总需要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咱头拄嘛看到，这雷虎小组呢，伊是编做一个五角形的这个队伍，粉、蓝色、白色甲红色，也就是咱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旗的色水呢，飞过咱总统府的观礼台，向各界的贵宾来致意，嘛祝福咱的福尔摩沙台湾生日快乐。那当然啦，其实在今仔日这个双十庆祝活动其实是真特别，因为为什么特别呢？是因为那阵观众朋友恁也有伫咧甲阮看，旧年也有看，顶年也有看的时阵呢，你发现讲其实今年的这个双十庆祝活动的这个表演主题是较无共款的，而且因所邀请这个团队也是较无共款。亲像进前有请日本的剧歌校来，也在今年就较无共款的，完全全拢是咱台湾在地这个表演团队啦。所以亲像北一路的这家己队伍以外呢，啊亲像在今仔日的一款表演当中，除了有三军的操演以外呢，也搁再来就是讲，比如讲有邀请到比如讲亲像迄个原住民的团体因唱出因家己美妙的歌声，客家的族群呢，因唱出因家己无共款的族群的历史甲文化，啊，搁再有邀请到这个台湾舞蹈团也来展现着迄款咱台湾甲无共款族群伫台湾这个土地融合的一种精神。只要你愿意肯打拼，加入咱台湾，你拢是咱的台湾的一份子。是啦，亲像是咱英文的 slogan 所讲的，美丽台湾是现在，上好的台湾有未来。若准认真看咱台湾，确实是无较歹，咱就爱认真自信，行向世界。最后，咱嘛要祝福咱的国家台海水影真平静，万安延续，奉公平。感谢大家，明年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公司台记台10月上精彩。享受秋龙的节油。礼拜日暗时8点，空速戏。我收到电台主控发声。喂，我是桂南红导演。10月13开始，礼拜日暗时6点，老生的公透机。就是一定要正能量的、善良的。陶哥你好。啊，你行来阿家哦。10月2日开始，拜1到拜5下晡1点55分，行啊来的话，你是上内行的阿家。你是上内行的阿家。10月2日开始，拜1到拜5下晡5点，若是小精灵。你的叫做讲。